过去一个礼拜当中，神对你的保守献上感谢，也在为我们自己无意中所犯的过错来认罪悔改，将你自己再一次成为活祭，献在主的面前，让神更多的使用你，更多的重用你。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心祷告。最后我们谢谢赞美，所有人在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让我们过去的当中都有你的保守。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所犯的过错，主耶稣，求你用宝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赦免我们这有罪的罪人，让我们更谦卑顺服在你面前。所以说，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从一个活祭来到你面前，被你所使用，被你所更新。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全心敬拜，神你就在。再一次宣告，主耶稣，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你就在不远前方。弟兄姐妹，教会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知道家庭的关系要建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家庭的关系要被破坏是在一瞬间当中。我们知道在征战当中，仇敌有斩首的行动，他们把一个团体的首领斩首之后，这个团体就丧失了战力。我们特别要为我们教会所有的领袖来祷告。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牧师，为我们的长职，为我们的团长、区长、小组长，让他们在服侍过程当中有主的宝血，有弟兄姐妹带导，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我们开口同心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来为我们教会祷告。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求你来遮盖我们；我们不足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求你来遮盖我们，在你面前。主耶稣，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教会在你面前做主。主耶稣，我们将我们所爱的富强教会献上我们祷告，求你用爱来遮盖我们，求你爱来遮盖我们。这是我们同心合一，为我们的牧师、为我们的长职、为我们的区长、小组长献上祷告。耶稣，我们人是软弱的，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一起用代祷来扶持他们；就是他们不足的时候，用我们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耶稣，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耶稣，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在全心敬拜，是你
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站立，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本身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指引我导航，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主你就在我眼前为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来祷告。一个复兴的教会，必须要从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开始。我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属灵的征兆，我们有弟兄当中有心灵受辖制的，在我们婚姻、亲子、朋友关系受破坏的，在工作、事业当中遇到难境的，所以说在生病当中需要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所以说我们开口来同心，求你，当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的荣耀遮盖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说，你宝座要设立在我们当中，就有你的话语、你的医治、你的安慰，就降临在我们每个弟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要谢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在你的圣殿当中。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主耶稣，你的话语、你的医治、你的安慰就进到每个地方。当我们身体、心灵受辖制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受到困难的，主耶稣，我们身体受到疾病困扰的，哦，主耶稣，这时候你来充满我们，医治我们。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站立在你面前，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健康的羊群，让我们教会成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你，让我们的同心合一的敬拜赞美你，在你面前来寻求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哈利路亚。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乎。是的，主耶稣，你要我们成为生命的依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宣告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的依靠。当我们坚信信靠的时候，让我们真实主耶稣你生命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我眼前跑。我们同心开口，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祷告。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成为活祭，献在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的敬拜充满神的能力，充满了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为我们牧师今天的讲道来献上我们的代祷，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成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跟随立志主，然后跟随主的道，为主来发光。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现在你快乐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圣灵在这样开始。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自己成为活祭，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带着敬拜的心、谦卑的灵、顺服的灵，来到你的圣殿当中，要同心来赞美你，要同心领受你的话语，同心合一，彼此来帮助，彼此来代祷。所以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到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了。我们要谢谢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耶稣是永远万王之王，我们要来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永远万王之王，你最光明，你最完
上才跑回过去。但你名字没永远长存，我全能神掌管万有的主，快来的君王，我救主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永远王王之王，你最光明最完美，你是善良的诚信。耶稣他有能力吗？有荣耀，当你双手来赞美你，我要敬拜你。创世沉重我的王，神掌管万有的主，快来你君王，创始成终我的王，创始成终我的王，保守我最亲密的朋友，我可想见你与你面对面。耶稣，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永远王王之王，你最光明最完美，你是善良的诚信，哈利路亚！耶稣，他有能力吗？有荣耀，当你双手来赞美你，我要敬拜你。双手来赞美你，我要敬拜你，在爱主我里面，在爱主我里面，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在爱主我里面，在爱主我里面，耶稣基督深深爱我。耶稣，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使我盼望。爱主多一点，爱主多一点，爱主多一点。爱主多一点，爱主多一点，爱主多一点。
往往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赐我盼望。主耶稣，爱最高永，在世界上。被主兴起，我要被兴起，奔走主的路，主的荣耀遮盖全的事。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
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起行李，奔走主的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历史。主耶稣，我们站起来敬拜赞美你。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所渴慕的主，主耶稣，你是全地的救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在你的恩典下，你的光照下是何等美好！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宝血所救赎回来的。感谢主，我们这一群受救赎的百姓，今天要在这里谦卑敬拜，用诗歌荣耀你，用祷告来恳求你。愿你的恩典降临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恩光普照在每一个渴慕你的弟兄姐妹身上。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圣灵的话语、圣灵的恩膏以及圣灵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有2处：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腓立比书2章12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你们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称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那么，亲爱的弟兄，我跟你们一起的时候，你们常常听从我。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应该听从我，要战战兢兢，不断努力，来完成你们新的得救。
因为上帝常常在你们心里工作，使你们既愿意又能使。你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埋怨或争论，好使你们在这腐败弯曲的世代，纯洁无邪，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你们要在世人中发光，像星星照耀天空，坚守生命的道。你们这样做的话，在基督再来的日子，我就有所夸口了，因为这可以证明我一切的辛劳不是徒劳无功的，即使我必须以自己的血作为奠祭，交在你们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品上，我也喜乐，而且要跟你们。同样，你们要喜乐，也让我们分享你们的喜乐。感谢主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献诗，我们请喜乐小组来带我们献诗。献诗的歌名是《耶稣掌权》。献诗后，请夏牧师讲道。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坚守主道，在世发光”。感谢主，谢谢喜乐小组，他们一唱就喜乐了哈。感谢主，谢谢他们用美好的歌声、热情的歌声带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现在做祷告，再来分享主的话。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迎接疫情慢慢的消散的时候，我们的心再次火热起来，因为知道你给我们的任务，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
这个世界为你做见证。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坚强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借我们生命来影响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用这个熟悉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坚守主道，在世发光。我们看到今天2段经文，第一段大概都很熟悉了哈。刚刚我们就读了这一段，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用一个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情境，就是这个城市一个城堡，它是盖在那个山头上，那就非常的凸显，因为它不只是让人家看的一个目标。我们很多人喜欢去日本旅游哈，日本很多地方在京都啦，在大阪啦，在很多的地区都是有一个他们日本的那个城哈，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凸显，很远就看得到。那耶稣用这个很简单的话语来给我们提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光，点灯的光，你不可能放在斗底下，你要让它透明出来，照出来，在每一个人。所以耶稣讲这一句话，他是用物质的光来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点。他说：“那我们基督徒是光，基督徒是光，你要照在人前啊，要像灯光照得到别人啊。”那说光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所以基督徒的光，好行为光就更亮啊，没有好行为光就暗淡了。那说这样就能来颂赞你们天上的父亲。第二段是同样跟光有关，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先从他的故事，从他的背景来了解，为什么保罗会提醒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哈。那这段经文也要比较长一点，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做一点那个复习哈。腓立比书所提到的腓立比城，那到底在什么地方哈？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说，在《使徒行传》讲的非常简单又清楚，就是由使徒保罗跟同工希拉，还有提摩太、路加他们等人所开拓的。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这一个地点是当时的欧洲第一间教会。换句话说，你如果从保罗以及其他的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当时的交通没有像现在那么的顺畅，大家都知道，当时反而用海路的、搭船的，还有比陆路更快。所以保罗初期的传福音都是以小亚细亚，小亚细亚也是一个古名称了。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点，就是土耳其那个地带，一个西亚的边境，在那边传福音。要到欧洲算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了。但是保罗受了马其顿的呼声，往西走，过了海，然后来到了这个今天的希腊以及马其顿现在的东欧的地方开始传福音。腓立比教会就是他们同工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而且他还提到说，刚开始的聚会地点就是在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叫做吕迪亚的家。腓立比在哪边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你可以看左边是希腊，上面就是现在的马其顿共和国。那它就在希腊跟土耳其那个爱琴海那个爱琴海、地中海的上面一个小小的爱琴海的北边就是腓立比。那这个地方看起来不是跟其他的城市那么的大，但是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些简介有提到说，腓立比城位于希腊东北部爱琴海的北岸那它的原名叫做克尼迪斯是因为
后来马其顿国王，当时的国王叫腓力，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在主前368年盖了这个护城河，等于把这个原来一个城市把它盖得非常的坚固，还有护城河，所以就改了腓立比哈。那为什么要盖这个城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当时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所以变成一个驻防城。我们了解那个历史的时候，罗马帝国它的幅员广大到不得了，不可能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军队，他要自己派军队去管理的是一个重要的要点，他管理附近的地区哈。所以那么就移了很多退伍军人，让他们驻垦哈，然后罗马帝国直接来管辖。所以这个城市享有特殊的地位，就是免缴税啦、营业税啦，有土地所有权，因为那个是罗马公民可以安住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罗马帝国的边防要镇都是在那个地区的一个重点，所以呢，犹太人并不多，犹太人迁居在那个地方不多。所以他们就无法找到所谓的会堂。会堂是什么意思呢？在犹太人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里面呢，犹太人必须要有10个家庭，他以男人为主了哈，但是他们以男人结婚的有家庭就一组，那10组的家庭合起来才能盖会堂。那保罗跟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说，跑到卖紫色布的吕底亚的家来祷告，表示他们那边连一个会堂的规模都还不到，只能找到祷告的地方。所以这个环境之下呢，保罗跟同工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觉得说这个福音很难推广啦，没有，反而是很奇妙的，在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竟然在那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据点，而且他们的热心在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显露了出来。很多人喜欢阅读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表示了他们不只是支持了保罗的福音事工，而且藉由圣灵的工作，吕底亚这一群在地的基督徒的努力，他们在那边建立了一个非常有传福音能力的教会，而且发展成一个非常棒的信仰团契哈。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他各地去传福音，他们还捐助给他，就是奉献他的传福音的经费奉献，而且还派了一个专门来服侍保罗的以巴弗提就是派的专门的人员来协助保罗，知道保罗很忙等于在他旁边做一个助理，直到这个以巴弗提呢他身体不舒服了，才回到腓立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腓立比教会是多么让人有很好见证的教会，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教会。不过今天因为这个古代的教会或是古代的城镇都已经慢慢没落掉，现在变成一个遗址了有非常漂亮的建筑还留着当时可见那个罗马在这边所做的非常重大的这个建设都在这边。后来教会他们就在那边建了一个像东欧的风格的吕底亚纪念教堂这是吕底亚教堂的内部那我们可以看见说，这间教堂保罗写信给他们一个背景，那么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罗会在这段经文当中来勉励他们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训勉是，有人为了教会的事发出怨言所以他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在这一个异教的环境之下，罗马帝国的掌握之下，你们还内部产生混乱、纷争。因为他说，这种纷争可能是信徒中有人自私啦，或是为了某种利益。那在异教的环境当中，传福音本来就很困难，要做见证更不简单。那如果内部乱掉了，内部根基不稳，自己搞内斗、内战、茶壶里的风暴，那做见证怎么发光呢？根本不可能
可能让人家看笑话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因为教会一旦有埋怨、争论，或是教会在这个情况当中最容易产生分裂。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外有一个异教，还有受迫害的环境，内部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保罗这样提醒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坚守生命的道。这种道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换句话说，这个道不是在口头讲一讲，大家聊聊天，或是听一听讲就好了。你们就实际到社会，在这个腓立比的这个整个人民居住的地方，你就是要把你的道显露出来呀。所以保罗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说，他过去在传福音的时候，信徒都很听从他，他肯定他们，很遵从保罗所做的教导。但是他现在不在他们那边了，他写信告诉他们，他就勉励他们要持续这些好的教导，每样事情都要做见证。因为他还提到说，初代的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渴慕或是一个期盼，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初代教会他们都深信说耶稣马上要再来。那在那种迎接主耶稣再来，重新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还互相抵触、互相内乱、互相争斗，那怎么能够见证神呢？怎么引导人来信主呢？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共同的信仰，因为时间已经接近了，所以保罗才再这样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做光，要照在人前，你要在世上发光，要坚守主的道。那保罗知道说，我已经预备好了，即使献上我的生命。他说献上这个奠祭，奠祭的意思就是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祭物、祭品，然后在奠祭当中配合了他们美好的见证，然后献给主一个最美好的礼物。那保罗就这样子看觉是一种非常喜乐的事，即使他要牺牲自己，他都觉得看到门徒他们的生命得改变、得救的喜乐，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保罗呢，期待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像光一样发亮，让别人看见他们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所以好的行为就是发光的一种，好的见证就是在为主发光。保罗说：你们要像光一样发亮。那我们就可以对照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基督在山上宝训所说的话。这段话非常简单明确。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那这个光一定是跟他所讲的描述有一点对照嘛。他说城盖在这个山上就没有遮掩。那点灯也放在人面前照亮，说同样你们光也这样照在人前。那保罗说：你们要好的行为来见证。耶稣说：你们是好的光，光要照在人前，有好的行为来颂赞父亲。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基督徒所显示的光，不只是物理性的光，这光是借由人性所发出的，借由好行为、好见证所发出的，借由爱心所发出的。所以这个光，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我们物质性的光，我们很容易去辨别。那英国一位出名的文学家这个没有切到，对不起，叫 C.S. 路易斯，就是路易斯这个出名的文学家，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信基督教，也可以说我信耶稣基督了就如同我相信太阳每天会升起，不只因为我看见它，就是说不止我看见太阳现在借着太阳，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事物。我信耶稣，就如太阳，我们很熟悉的太阳是一个光，不只是看到这个很强烈的光线。现在太阳每天热的38、9度了那个光强到我们不敢张开眼睛。我们其实不只是看到那个阳光，对不对？是因为阳光照到每一个地方，我可以看见很多事物。我们从基督看见基督这个光，
不只是看到基督，是基督的光照耀，让我看见所有的一切，看见光明，看见黑暗，看见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也看到很多的罪恶。那就是 C.S. Lewis 他所提到的这是英文的原文，他这样子讲哈。所以基督徒怎么坚守主道，在世发光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无论是耶稣他所讲的世上的光，那世上的光，物质性的光，我们都很清楚了。因为从物理性的光，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照亮全家。现在科学的发达，我们看见在晚上的灯光几乎是千变万化。不久前呢，有一位那个气象的研究人员，他就贴了一张台湾在夜间由卫星所造的一个台湾的地图看起来我们发现说，连太空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光那这个地图我们看到整个西部的台湾全部都亮晶晶的，连牧师的故乡澎湖，你看都看得到亮光，表示说台湾的人口密集灯光非常强烈，除了中间的中央山脉那些森林才看不到光，连花莲整个一条线都看得见。那这样的光很容易连太空都看得到。不过主耶稣所说的光到底是什么样？之前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趣不过现在已经我们在座有一些专门做研发人员，不知道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普遍了没有？他说有一种叫做 Li-Fi 可见光无线通信技术，他是有一个德国的物理学家和他的团队在爱丁堡的大学的团队所研发。他说这个 Li-Fi 比现在我们在常用的 WiFi 要快100倍。意思是说，从这个光线，它竟然可以成为传输的用工具他说，由于 LED 光源的快速及普及，未来作为 Li-Fi 技术的光源路由器就是用 LED 的灯具就可以当成一个传播的方法，那速度比现在的 WiFi 更快。那这就是一个示意图了是一个示意图，一个光线就可以产生连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手机要连传输都要靠那个基地台，对不对那现在听说用那个光线就可以连成一个，让你的资讯都很充分这样子。那我们很期待说这个光线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不过我们所看的不是这个物质的光，耶稣所说的光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物质的光，如果从我们的生活情境来讲，就如同世上的财富、地位、声名，我们易得也易失，无法持久。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保罗说你们要在世人当中发光，绝对不是用世俗的眼光让人家看见哇这光鲜亮丽啦，他的财富富可敌国啦，或是他在社会的地位高过其他的人，但这些可能是一时的显耀啦。但基督徒用这个方式让人家看见你的存在，但是不是用那个来见证神的恩典，是因为你有更明确神给你的角色。所以上帝的教会，主耶稣的门徒的角色，就是你要做世界的光，是超越世俗的物质的光，或是所谓的名声地位，而是因为你愿意被神所重用。所以上帝，保罗说在13节说，你们上帝常常在你们心里工作。换句话说，不是用我的方法，用我物质性的社会性的东西，是神在我心里面工作，那我们就愿意实行他美善的旨意，行神的旨意，不是行人的旨意，用人的方法，是要行出神的旨意。所以他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说，什么事不要埋怨或争论，大家不发怨言。他说要做上帝无缺点的子女。哇，无缺点的儿女那是多么困难的事。表示保罗说你们要战战兢兢要战战兢兢，不断努力的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所以当时刚刚我们提起了犹太人在腓立比的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弱势或一个少数嘛，你怎么样发光呢？
当然有好的名声地位是一个方法，但是那个不能持久啊。重点是他活出主耶稣的道理，主耶稣的恩典。所以在腐败，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在腐败弯曲世代的中间来做纯洁无邪，要坚守生命的道，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而且要在世人当中发光，像星星照耀天空。这是跟一般物质的光、物理的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世人当中用坚守生命的道来看见神特别美好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期待基督徒在我们面临的这个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底在追求什么？人的生命好像很脆弱，每一天看到疫情所产生的死亡的人数，它不是一个数目嘞，一个生命就消失掉了。那人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样才是永恒的？那基督徒他们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保罗说：你们要在世发光，要坚守生命的道。那今天从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们所做的就是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分享在每一个你的人群当中，你的弟兄姐妹当中，你的邻居、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同事当中。所以如何发出世界的光呢？有几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你要活出主耶稣救赎恩典之光。换句话说，你看见这个世界人家共同追求的价值，你有比它更高的价值，就是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之光，你有发挥出来吗？第二个，是我们学会去接纳这个社会很多软弱的、不同多元的人，不同的情况的人，有些是弱势者，有些是有其他困难的地方，我们有没有认同或接纳他们？第三个是我们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许多社会所引发出来的弊病也好，缺失也好，或是人跟人之间所产生的一些冲突软弱也好，我们怎么样去承担？我们基督徒能够愿意站在那个破口上面，那个软弱的上面。我们更是一个基督徒要学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光。很多教会他们所以会被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教堂盖得多漂亮，而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在社区当中有人有软弱者，有边缘人，有很多看不见的苦处，我们教会看见他们的需要。我记得呢以前牧会的教会是在高雄一个旧社区了哈。有一天他们就在聊天在看说，如果我们这个教堂消失掉了我们这个社区的人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教堂不在了要产生很有趣的讨论了。那就我们很多老会友他们就讲说，真的耶，有时候人家不知道这边有一间教堂，因为当时的盐城教会它是比较属于靠近港区了这个港区的边边以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五军的销售地所以那边是脏脏乱乱的，很多人不会走过去那边，他一定是在盐城区的闹区里面买东西啦什么浙江商场啦，就没有走到这边来。但是他们说，我们知道那边有一间幼稚园，他们知道教堂也设了一间幼稚园。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教会没有走出去社会，他们只知道说，我把小朋友送来门口就到了，光送来门口还没看见礼拜堂，那就看见说，你教堂要怎么样让人家看见呢？当然，幼稚园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管道。但后来，所以我们教会就觉得说，刚好碰到整个高雄市它的这个公园把它全部那些会五金的那个店街都全部拆掉，变成一个带状的公园那突然间，这个盐城教会它是一个旧型礼拜堂，哥德式的教堂，就亮起来了，凸显起来了。所以当初好几年我们就在圣诞节的时候，赶快用很多的功夫跟经费把它装饰那个灯光灯饰后来好多年都成为
在圣诞节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连市政府都来一起配合办活动办活动。那用教堂的灯光装饰很容易吸引人来但是没有人看见耶稣基督爱的光，那只是一半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办了很多传福音的活动请了很多像我们现在的名人开讲一样，请一些基督徒的歌手来做见证，还有人在那边做街头的表演。我们还准备很多咖啡欢迎人来一起喝咖啡，然后看这个漂亮的景色，很多人来照相。那个是一个努力，说不要让人家看见教堂是你们基督徒去的地方，跟我没有关系，或是我只是把我的小孩送到你们的教堂来读幼稚园其他跟我没有关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慢慢这间教堂的很多人就慢慢知道说，我们圣诞节要去哪里拍照，因为那个是一个路标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施行爱跟受苦。我们的教会的信仰告白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教会要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盼望的记号。所以基督徒不只是高高在上，或是整天只是长篇大论口头在讲那些圣经的话，而是因为你进入到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同步，让他们看见你的爱就是这个光显现在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在这个阴暗的角落。我记得当时呢，教会也参与了一个所谓的社区的慈善工作，那就跟我们的救助协会合作来做那个关怀那个弱势者，有些是孤独的、孤单的、独居的老人或是他是弱势者，不能正常工作，那家庭经济很差，那我们每1-2个月就送一些食物包去到这个家庭里面。大家刚到的时候有一点恐惧感，因为不敢进去，因为里面挤了一大堆废物、废弃的东西，里面味道好臭，不敢走进去。才发现说，原来在这社会的底层还有这么样难过、困苦的人。有一位从韩国来，后来因为战乱的关系他的国籍没有了，不能回去了单独一个老人他就用办法来关心他，来引导他一起来信主，还帮他们那些脏东西全部清掉。哇，清了好久好久才好不容易呢，稍微一个勉强一个家庭的样子。我们也知道之前不是在高雄盐埕区不是发生一个火灾吗？好多人过世，就是因为那一种地方变成说很弱势人居住的地方。那什么样的那个所谓的消防那些安全都没有顾虑到。基督徒要在世界发光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们拿那个 LED 灯一打开就打开。你怎么样从那个黑暗的社会当中显露出光？那是人性之光，那是主耶稣恩典之光，是爱之光。我们期待我们富强教会不止大家每一个人都得神的保守，在工作、生活、家庭都蒙神的恩典，而是我们愿意走出去，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那这个才是世界的光，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愿保罗所说的这些世界的光，我们要怎么样做见证，在世人当中发光，像星星照耀这个天空，实在是我们现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年要恢复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都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同工都知道，不是你能言善道，也不是你能够做出很多很多见证，而是因为你爱的光，让人家感觉我来参加这个教会是得恩典的、得祝福的、得平安的。愿神在我们当中来施行他的恩典，他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一个无瑕疵、一个完美的恩典的儿女。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这首诗歌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就是来到主前我们在唱诗歌之后，一起来为一些事情来做来祷告。
这首大家都很熟哈。来，荧幕还没上来，再来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活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里发扬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里发光宣扬，在这里发光宣扬主。快走，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通过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圣经，耶稣说你们要做世界的光。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跟神回应说，主啊，让我成为主耶稣的光的反射器，主的光在我身上，我也能够反射出这个美好的光，在我接触的人群，我服务的朋友，或是我的客户，或是我的同事，以及我的亲族当中，在我身上所显现的光是恩典之光，是救赎之光，是爱的光，让人家看见我好的行为，就来看见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用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在疫情还没完全解除的时候，大家身心灵都平安跟健康，在这炎热的气候下，大家出入平安，在太阳底下工作的很多我们的同胞，大家也得保护。我们特别为教会中有疫情感染、身体不舒服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儿童、长辈，求主恩典跟他们同在。也为我们教会的青年祷告，他们进入一个暑期，准备要进入到新的学校升学读书，有在暑假当中求神给他们智慧、信心、盼望跟能力，有美好的成长。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祝福祷告，求神恩典跟我们家人同在。也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一起为这些你所感动的，我们一起开口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的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你的喜乐平安也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的平安喜乐当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在成为一个坚守主道、在世发光的基督徒，让神的恩典，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光的一个反应，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爱心、喜乐、平安，坚守主的道，来为在世发光。求神保守我们在疫情当中，在炎热的气候下，大家得保护、得平安。也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长辈、年轻朋友儿童有感染的，求你医治他们。也保守我们台湾这个社会能得神的保护，让我们家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亲朋好友都得神的恩典跟同事。感谢赞美你。现在父神，感谢你，主，你要我们做世界的光。主啊，我们本身不是发光器，我们是要坚守主的道，成为主的光一个反射器，让人看见主的光，不是看见我们自己。神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力跟信心，得神的祝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在我们的族群当中，在我们的同事当中，因为坚守主道，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来见证主的恩典。我们将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交托给你，特别是长辈、儿童
在感染当中，有时候有不舒服或是身体这种状况，求你赐下你的平安跟医治，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平安地度过这一段炎热酷暑的天气以及疫情侵扰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得恩典祝福，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产业，在我们的职场为主做见证。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在奉献前，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教会的雅茹传道呢，他在我们教会当中3年的服侍3年，那在应该是这个礼拜天，他的参与之后就要结束在我们这边的工作，要到下一个职场来服侍神。那记得3年前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刚好在雅悦会馆举行500-600个人的聚餐，大聚餐，他就在那边一个宣告差派就任的。那没想到3年很快就过去了，特别是他在青年人当中工作了青年人呢每一年都有出入，有的外出，有的回来这种变动蛮频繁的。虽然3年大家很不舍，不过他的任期要到月底截止，愿神来保护他，带领他前面的侍奉。我要请他来跟大家说几句话说出他的心情，也祝福大家，好不好？我们拍手来欢迎雅茹传道。大家平安。今天是我在富强教会和大家一起做的最后一次敬拜礼拜，那心中实在是五味杂陈。然后最近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团契在与我告别欢送，然后每次回家要整理行李的时候，都一下子好像很期待未来，一下子又开始在流眼泪，所以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状态。那就像刚刚牧师所分享的。富强教会是我从学校毕业之后全职服侍的第一个教会。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做了很多的学习，不管是学做人，或者是学做事，都有很多的成长。尤其有很多的人从身边很贴近的观察我，给我很多建议回馈的时候，我好像就升了一级这样子。然后其实，在富强教会整个过程中，很多人时常会回馈给我或感谢我许多的部分，尤其是在我主要服侍的地方，比方说青少年、社青或儿童。但是其实我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或是一个传道人的生命，往往也深深的受教会的情况影响。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自己想要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自己在那边弄或走在前面的时候，不见得大家能够一起来进行。但有的时候，人们想要一起做的事情，我跟不上的时候，反而是弟兄姐妹是推动着我来前进。所以我的生命常常是跟教会的每个人彼此连接，然后有所绑在一起的。那所以，在富强教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一个群体，那种热情的敬拜和渴望与神连结祷告的心，然后牧者或是长子们非常渴慕传福音的那种火热，就像这样子的动力不断的在影响我的生命。好几次我都觉得说我很想要跟某某人一样，我也想要跟某某人一样。这些事情常常在我私人的生活中是持续在塑造我的生命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有什么样的牧师会带出什么样的教会，但其实我也要跟大家分享说，有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也会反过来影响这个教会的牧者或传道人。所以我要谢谢在富强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与我真心相待，然后成为我的祷告伙伴，或是成为彼此谈心聊天或是日常聚会的好伙伴、好同工的这些人，还有不论是年轻人在生命中认真的追求和神的关系，或是长辈们热情的与我分享生命中的故事，或是用鼓励开放接纳的方式在推动着下一辈的前进的时候，都是我很大的滋养。也愿上帝祝福在富强教会的每个人，我们未来一起同奔天路。谢谢大家。谢谢。
有的传道哈，他走回去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的年轻朋友给他做一个拥抱，好不好？来拍手，谢谢。等一下可以，年轻朋友可以跟他们一起哈做一个。其实他们昨天在教会里面就在那个地下室他们的青年朋友就一个非常温馨的欢送会了哈。其实真的有时候这个离别迎接真的有一点心酸酸的。不过我们知道亚洲传道他其实他人生的服事的历程才刚开始而已哈。但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一日成为富强人，就是终身富强人。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弟兄姐妹继续为他祷告。那他下一个新的服事的场合等确认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大家继续为他做祷告哈。那亚洲传道在我们当中得到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大的喜爱，常常跟他陪伴。我常听到说，聚会完了人跑到哪里去？原来是跑到他家里面继续续摊了哈。也许这样的怀念在这个时间做一个终止，但是期待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服事，我们都继续为他祷告，愿神祝福他美好的服事哈。我们就这样子，早上第一堂我们就已经为他做祝福代祷了，以及送礼物给他。我们就第二堂我们就请他跟我们讲话谢谢他在我们当中3年美好的服事哈。好，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们，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报告，请看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的服事同工，请我们各自留意。第4页，本会的消息。下主日7月31日举行医治祷告的时间，请有需要的兄姐们预备心，尽量集中坐在4楼参加礼拜。第2点。
本会定在8月7日主日父亲节特别聚会，邀请蒋中牧师主持诗歌见证会，请我们能够邀请我们的家人以及朋友一起来参加。第3点，本会配合8月7日父亲节感恩礼拜，在下主日开始7月31日及8月7日有2个主日，那我们举办全家福的拍照服务，请邀请家人一起来参加。第4点，本会定在8月14日举行社教46周年感恩礼拜暨圣餐洗礼式。当日的礼拜呢合并为一堂，礼拜是从9点开始请兄姐们留意这个时间，也能够踊跃的来参加我们的周年礼拜。另外呢，洗礼式呢，请我们要参加这样子洗礼的人，请在7月31日前来向干事索取报名。请大家留意这个时间。第5点，小会重要的事工报告其中第3点，我们在8月14号社教周年主日这天，有3位新的小组长要来受任差派有荣泰执事、泽荣执事、瑞玲姐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代祷。第8点，本会聘请曾瑞平传道为本会的青年事工牧师。本小会已经正式拣选通过。那瑞平传道是我们教会出身的青年将在9月正式赴任，并且在10月9日在我们的教会举行封牧暨就任受子感恩礼拜。第10点，主日学在8月7日起开始恢复实体上课。那另外呢，在分班的部分呢，第2堂幼稚班跟高小班，我们还欠缺1位老师，以及2堂的接待同工，还有呢合班的时候的音控同工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跟负担，可以参与我们的服事。第11点，我们的李伟执事的母亲许阿凤姐妹在7月11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受88岁。家属遵照故人的意愿，已经在7月17星期日举行家族的告别礼拜，请大家继续为这个家庭来代祷关心，求主赐下安慰。那关于门徒培训事工的部分，请大家自己看。另外呢，在第3点哀伤陪伴离婚关怀事工当中，第4点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这样子的影片字幕及手册翻译来这里帮忙协助，求主纪念他们的辛劳牧区的消息呢，松年团契呢将在8月6号星期六开始恢复实体聚会举行父亲节、母亲节的感恩祝福聚会，请大家留意。第2点，主日学呢这边有个地方做更正，我们实体上课呢地点是在地下室教育中心的地下室请家长们留意。第4点，提摩太牧区的报告第3点，邀请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来参加牧区所举办的林子内教会及剑湖山生活营那请兄姐们鼓励家里的青少年然后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他信仰的同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一起来关心。另外呢，奉献的部分以及宗会的消息，请大家自己来留意观看。那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弟兄姐妹，刚刚有提到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就要拍那个家族的纪念照片所以请记得开始，因为我们疫情也慢慢解封了啦如果你方便，可以邀全家人在下礼拜开始，还有父亲节那个礼拜，我们来做拍照所以当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且还可以把口罩摘下来暂时照一张美照了我们要登记一下，因为登记要寄给你所以记得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了。我们谢谢我们的布置小组，还有我们的影音团队他们那个拍照有2-3个那个布景所以很好的拍照。当然我们现在用手机也可以私下拍很多好照片啦那我们在荧幕上看的就是我们父亲节的诗歌见证聚会用诗歌见证来做父亲节的感恩所以也欢迎在那个礼拜欢迎邀请更多牧道友一起来听这个蒋中牧师的见证他的见证真的蛮有
有特别就是生命的改变有美好的诗歌来分享。那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这个教会的会有的动态的部分我们再做一个报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富强教会的提摩太牧区，他们准备要在开学前呢办一个生活营活动其实一个人交1000块，可能整个开销教会就做很多的补贴，是为了让年轻人负担不要那么重所以请大家踊跃来报名除了我们现在提摩太牧区以外，我们家中有国高中的小朋友年轻人欢迎踊跃来报名因为要这个定那个位置了所以那个住宿的部分所以请大家赶快按照这个日期能够赶快做报名让在开学前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那现在我们也要祝福了，我们恭喜我们教会处主姐妹跟她的先生蔡建芳弟兄，他们在教会的附近有一个社区叫做金黄龙社区，他们准备了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非常的舒适准备要落成我们要恭喜他，我们也处主姐跟他恭喜一下好不好？拍手祝福他，好，谢谢。他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会去他家为他们做一个祝福了那另外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西道小组的潘凯丽姐妹，她跟她先生品君弟兄，他们在仁和路开了一间很有现代感的一个深空舒活轻饮仁和店这间在仁和路93号之5了那就是在今天正式要开幕了，我们恭喜他。昨天呢，小组人有去他们家，那边给他们恭喜，他们这个蓝色系列的，就有一点希腊风的这是他们的介绍的单子他们有很多饮料，像他们现在手摇饮一大堆的都有但是他们还有准备轻食，可以在里面聚餐的所以欢迎大家有空感应高官可以感应支持一下这是昨天小组在那边聚会的一个图片蛮清爽的，很舒服很舒服。还有桌子那边这个可以大家聊天甚至带人家去做幸福小组都很好蛮宽敞的，是全团体的合照期待大家，我们也为他们恭喜祝福，有求神恩典跟他同在那我们楼下还有剩了一些盆栽，就是陈颠灯牧师他所栽培的。那寻找有缘人你如果喜欢照顾小榕树的盆栽欢迎来义卖，那些费用要当成教会的一个事工的经费的奉献请大家踊跃的参与如果这个礼拜这个剩下的我们那个没有卖出去的，我们就信昌长老他要带回家照顾了带回来照顾这样子好，那其他的消息我们就可以自己看了我们现在要介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就是有我们泽荣执事他的学妹从美国回来黄秋平姐妹跟2个小朋友在我们当中，来拍手拍手拍手，欢迎你们，拍手拍手拍手应该是回来探亲吧？回来探亲是不是他们准备明天就要回美国了蛮遥远的地方啦，求神恩典祝他们在那边的生活信仰，他们是在基督之家聚会感谢赞美主期待我们下个礼拜大家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到当中特别是疫情慢慢解封了，我们希望能够回到实体来聚会也在8月7号邀请更多朋友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好，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会。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我们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神来的赐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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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